好，来继续来到台南的安南区有一间肉燥饭。第一，因为总统热清德嘛真爱食；第二，这30多年来，细碗的肉燥饭拢敢若卖10块，所以这间肉燥饭真出名。也毋过头家娘讲，因为翁婿身体的关系，所以决定要收起来。在地人唔甘丢丢，讲真无彩。朋友大家好，这个是道道地地的肉燥饭。2023年，当时阁是副总统的赖清德，伫咧社群拍影片分享这间伫咧台南安南区的肉燥饭，佮配一碗鱼肚汤，便若想到这味大肠就过小肠。店里拢还阁有当年的相片，大家比爱心笑眯眯。不过即马煞传出店要关。逐工都来食，啊伊阁敲我讲吼，你开要收起来，我拢爱食你这种口味，别个拢无这种口味啊。啊，逐工都来食，逐工都来食，袂使阁做啊！若阁做，会阁第三摆开刀。店家打出要拍互人的广告，多谢大家这年的支持。头家娘讲，真侪人听到要休困，拢感觉真可惜。不过因为先生的身体歹，嘛是决定袂做。这30几年好滋味，除了赖清德推荐，阁有敢若卖10块钱的肉燥饭，不管过几年，计销拢无起。啊，逐工来拢无起，细碗10块，大碗的20。迄是内用的。气味又热气的肉燥饭，佮豆大小菜，佮有鱼皮汤，人听若食过，拢印象真深。如今要收大，互人客拢真唔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